今日嘅時間咧，又揾到啦，就係高師兄嚟到啦，就係節目當中嘅。高師兄你好。好，嘉樂你好，大家灣區嘅朋友好。嗱，高師兄，咁啊，每逢呢一個農曆嘅7月15啦，我哋經常聽到啦，就係鬼節啦，或者係呢個盂蘭節嘅。咁究竟鬼節同埋盂蘭節有啲咩嘅區別喺度咧？嗱，咁農曆7月15咧，我哋佛教嚟講咧就叫盂蘭節。喺道教嚟講咧就叫中元節。嗱，咁道教嚟講有3個節日嘅喎，有上元、中元、下元。咁中元節咧就係7月15。咁一般民間嚟講咧就叫鬼節嘅。咁其實嗰日咧，相傳咧就鬼門關大開，好多亡靈咧就會從地獄嗰度去到呢個人間嗰度啦。咁好多孤魂野鬼嘅，咁我哋就會做一啲超度嘅儀式。哦，咁啊，所以即係兩者之間其實都係同一個意思喺度嘅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傳統嘅儀式嚟嘅。咁啊，去到呢個農曆嘅7月15啦，有啲咩嘅儀式要做咁樣嘅咧？嗱，農曆7月15咧，咁我哋一般咧就會係燒街衣啊，同埋做一啲拜祭嘅，因為我哋街上面好多孤魂野鬼啊、亡靈啊咁樣。咁咧亦都有善信咧就會設靈位啊，去超度自己嘅先人嘅。咁我哋都會做一啲法事，希望所有孤魂野鬼或者我哋嘅先人得以釋懷嘅。咁燒街衣同埋傳統上咧一個燒衣包有啲咩嘅分別啊？嗱，燒街衣嚟講咧，我哋就係街上邊嘅孤魂野鬼啦，我哋叫無主孤魂。咁我哋就慈悲，咁希望就算係無主孤魂都好，我哋希望可以燒一啲街衣俾佢，同埋會做一啲拜祭儀式啊。例如點樣拜祭咧？有啲水飯啦、芽菜啦、豆腐啊，希望可以街上邊嘅孤魂野鬼咧都得以釋懷嘅，可以超度佢哋咯。咁樣係將嗰個我哋個全世界嘅怨氣，因為好多人枉死咗啊，或者一啲冇人拜祭嘅孤魂咧，都可以得到超度嘅。咁其實都係屬於一個咧，就係佛道兩個教嘅一個咧，就係7月15一個咧，就係傳統嘅儀式嚟。係啊，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喺華南地區啊一個傳統嘅文化啦。喺嗰個香港嚟講咧，就有呢個盂蘭節啊，或者中元節嘅。咁好大嘅喎，佢哋嗰個搞個氣氛就會搭一個棚啦，唱大戲啦，有戲曲啦，又有神功啦，又有鬼王出巡啦，咁就好多嘅儀式嘅。咁啊，呢個係非常之大嘅一個節目嚟嘅。係啦，高師兄，咁問呢一個法會啦，係幾時到幾時咧？嗱，我哋妙蓮仙館咧就會喺8月20號到23號喺日落區2036號 Telephone 街嗰度就會設壇嘅，到時就會1連4日啦，咁為各界善信去拜祭佢哋嘅先人，念經，希望我哋陰安陽樂，先靈得到超度。係啦，咁啊，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呢一個朝早時間10點鐘到下晝3點鐘，到呢一個妙蓮仙館或者係妙蓮宮呢度咧一齊登記嘅。咁啊，今日嘅時間咧就唔該晒高師兄嘅分享嘅。好，多謝各位。是貧是富，終要安於赤地。萬年後誰提起你？沒有足是纏住你。